们是什么人？我是林昭长公主，你们敢暗算我？到底是受了何人的指使？尊贵的长公主，今天就让大家看你丑态！你公主，现在来了观众，那就请长公主表演个精彩的吧！公主，抓住我，别放手。他明明恨我入骨，却为何要上门救我？公主，没事吧？拿开你肮脏的手！你不配抱他！怎么？我不配吗？慕寒，是的，公主。短短几日便收服一个名妇，闻言说你果然有些手段。快让父皇看看有没有伤在那儿。没事的，父皇。那就好。君上，可否抓到幕后主使？是纪瑶郡主，属下是否将我抢了纪瑶郡主家的人，他心有不甘，才会做出这样荒唐的事情。算了，我也懒得同他计较。长公主心胸宽广，令人敬佩。那属下告退。属下告退。我们舒儿懂事儿了。对了，父皇，您还记得您之前赐我的奴隶慕寒吗？他身手了得，这次有他在，我才能化险为夷。父皇可不可以下旨去他奴籍，赐他带刀侍卫的身份？这。父皇有父皇赏的子墨在，再加上慕寒，以后遇到任何危险，女儿都不怕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都依你。谢父皇。舒儿。你现在对本公主可是越来越放肆了。不知舒儿今日想做些什么？看看你的伤，好些了吗？有公主的血滋养，自然是好得快些。千丝饮能治百病，如今千丝饮进入你体内，你的血液从而拥有了治愈之力。此事切勿让他人知晓。如此便好。让我看看。这个奴字刺得不好看，我不喜欢。摇好。从现在起，你不再是我的奴，而是我的侍卫奴。谢谢。
祝君上万寿无疆，圣体康泰。祝君上万寿无疆，圣体康泰。家宴而已，不必拘礼。父皇，这是儿臣亲手为您绣的山河图。好美的刺绣啊！陛下，抚育有心了。小叔啊，你给父皇准备了什么贺礼呀？回君上，此番君上寿辰，长公主颇为在意。早在数月之前，就已经安排儿臣着手准备贺礼事宜。君上，此物叫人皮骨，乃是用紫商州叛贼杭战的尸身所制而成，可诱我灵昭出征，百战百胜。这倒是挺新鲜，怎么做成的呢？人皮骨乃是取人皮当中最柔软的部分，将其剥开灌入水里，取其关节做成骨架，将经络绕在五端，风干晾晒，便有这极为精巧的人皮骨。好，如今各州藩王怀有一心，蠢蠢欲动，可这人皮骨足以震慑他们。谁若敢像那不知天高地厚的紫商王一般，这人皮骨就是他的下场。儿臣祝父皇福寿延年，300岁。甚好。还是小叔深得朕心啊！儿臣先行告退。再等等，待我取得文言书的信任，结起了恩怨，我便受人承认，报仇雪恨。我带你先回去。站住！放开他！用不着，我只不过叫了你一声哥哥，你就对我言听计从。可终究你也不过是我闲来无事、寻乐子的玩物罢。玩物？阿叔，本侯根本不在乎。宫中人多口杂，侯爷若执意如此，怕是不妥吧？放肆！你一个低贱奴籍之身，也敢知会本侯爷？侯爷对公主府的消息，不是尽在掌握吗？怎么不知道公主已经让我成为了她的贴身侍？你带我回去。好，我们回家。阿叔，我一定会把你抢回来的。不要离开我！不要离开我！
庞安明，曾经的我，好久不见。杀父之仇，丧夫之恨，你都忘了？我没有忘，我剥皮拆骨，万年歼灭。我顶着温言舒这副戎马，只为了报滔天血仇。换了这副容貌，你后悔过吗？纵然荆棘遍野，纵然万劫不复，我亦无悔。这样无恶不作之人，也会有心中难解之事吗？简直可笑至极！镇北大将军杭战与子山王蓄意谋反，满门抄斩。终于死了！哥哥，血，你看，血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阿叔，我看到了。爹爹，我替会查明真相，为你们平冤昭雪。哎，快走快走，长公主的车驾来了。父王，母妃，爹爹，王爷，王妃，师父，我一定会让狗皇帝为你血债血偿。你是何人？我是来要你命的人。这张脸我收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便是长公主温言舒。爹爹，我一定会杀了昏君，为你们报仇。可我再也回不去了，我将顶着这张恶人的脸活一辈子。父皇，昏君有血灵护体，想要破开他的血灵，必须找到爹爹说的煞骨，并炼制出3生花才可以。阿叔，最近这气色不错呀。煞骨，我终于找到了你。
你怎么在这里？公主昨天晚上说了很多梦话。昨天晚上，你在这里待了一夜？公主以为你……我都说了些什么？公主猜猜看。你先出去吧。子墨，去禀报父皇一声，我想进宫，和他一起用晚膳。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等你啊。公主最近频频遭遇刺杀，我还是陪你一同前去为好。无妨，有子墨在。上次就是因为有他在，公主才会遇险，所以这次还是我来吧。本公主突然腹痛不适，要离开一下，你们不必跟来。是。你去做什么？我也腹痛不适。他怎么会有？君上，朕要处理政务，下去吧。是。怎么回事啊？小叔怎么不见人影？反正都是假的，被他抢了也无所谓。父皇呢？君上还有政务要处理，就不等公主了。舒儿，你怎么了？他伤势未愈。刚刚与我交手的人应该不是他，许是我多心。我先去看看。我和公主马上就要就寝了。
侯爷还是不要打扰为好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让你死！叔儿，哥哥，住手！我想我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叔儿，你也不要怪侯爷，我想他也不是故意的。给我收敛一点。叔儿，他凶我。阿叔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你这个贱奴！信奴，大的胆子，快给我开门！有意思吗？当然有意思了，不然公主也不会乐在其中。侯爷，去把我伪造的铃铛取来。是。参见君上，前几日公主遭遇山匪绑架，乃纪瑶郡主所为。申慕寒以身犯险，舍命相救，因此公主近来甚是宠爱慕寒。小叔可有身孕？暂未有迹象。禀君上，承恩侯求见。宣他进来。是。宣承恩侯。拜见父皇。承恩侯。禀父皇，昨夜纪瑶郡主被贼人掳走，儿臣今日探查房间之时，发现此物。铃铛。估计的，这是小叔府中侍宠之物。你的意思是，掳走纪瑶的贼人是他？父皇圣明。父皇，请看，此物上刻的正是此人姓慕名。寒，哼！胆敢掳走郡主，当真是目无王法！不止于此，此人刻意接近长公主，心怀不轨，其心必诛。还请父皇让儿臣带兵搜查其人，并将此贼子缉拿归案。吉阳，你随承恩侯一同前去。是。谢父皇。来人，带纪瑶郡主回宫，速宣太医。是。拿下。是。
康恩侯，这是何意啊？你昨夜掳走郡主，其罪当诛，君上圣旨，将你打入地牢，择日问斩。昨夜，我与公主同榻而眠一整夜，想必侯爷再清楚不过了吧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公主殿下，岂是你能攀咬的？定人罪责，须得拿出证据。你将郡主囚在屋中，已昏迷多时，性命垂危。你的合欢铃落在郡主房间，铁证如山。你还想如何狡辩？伪造证据，栽赃嫁祸，你们的手段还真是肮脏不堪。就算我要污蔑于你，害你性命，你奈我何？打狗还得看主人。侯爷动他，问过我吗？公主，启禀公主，此人掳走郡主，证据确凿。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如有冒犯，请公主见谅。阿叔，阿叔，想来你不会为了一个侍卫反驳君上的圣旨，对吗？若是我非要保他呢？阿叔，抗旨不遵可是大罪，殿下不要为难我们。君上可是十分惦记公主的安危，若是因为一个侍卫影响您和君上的父女之情，是不是得不偿失？一个侍卫而已，你们想要，便带走好了。听见没有？一个侍卫而已。带走。是。把你这肮脏的眼神收一收。这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带走阿叔。带走。叔。好好享受享受，过了今晚，这世上就不会再有人知道你了。你怕了？你怕公主倾心于我，所以想杀了我？我怕你，你只是一个低贱的玩物，阿叔他瞧不上。我只是怕你脏了阿叔的公主府，替他清理罢了。听说你会千刀万剐，会将人的皮肉一刀一刀割下来，不多不少，刚好1000刀，割完才让他死。是，侯爷放心，只要您一声吩咐，小人定不会让他轻易死掉。好好给我关照他，不能让他死得轻松。是。小子，要怪就怪你命不好，得罪了承恩侯。
夜还长，我让你慢慢死。寥寥世间，万千挂念，多少如愿。问了千遍，谁在撰写你我夙愿？睁开双眼，你的笑颜似水流年。沧海桑田，愿余生可与你长相恋。不惧风雨，愿你我之间，世间欢随遍。若能如愿，你我之间，永远当终点。面对的深渊，你我之间，何惧这梦魇？终一天，沧海不变，容我再不替你笑颜。睁开双眼，你的笑颜似水流年。沧海桑田，愿余生可与你长相恋。不惧风雨，愿你我之间，世间欢随遍。若能如愿，你我之间，永远当终点。面对的深渊，你我之间，何惧这梦魇？终一天，沧海不变。